各位街坊食咗飯未？呢兩日啊，全網最炸嘅新聞，梗係少林寺嘅前方丈釋永信啊！呢個橫行江湖幾十年嘅花和尚呢，而家呢涉及4個罪名，一共係被判咗24年喎。咁作為律師呢，覺得呢單嘢呢有4個方面係好怪嘅。第一呢，話佢侵佔單位財務1.3個億，挪用單位資金1.5個億，受賄1163萬。行賄563萬，總共涉案金額差唔多3個億。5月25號開庭啊，29號就宣判。咁複雜嘅案件，咁高效嘅審判，真係前所未有。咁唔通開庭前都已經寫好晒判決書？第二呢，就係行賄罪啦，但係呢，受賄人啊，人名一個都冇提喎。法律呢係有規定嘅，行賄同受賄呢應該同時認定嘅。咁行賄邊個你都講唔清，咁啊點樣認定呢個罪呢？第三就係罰金啦，4個罪加埋呢，個個單獨都可以判沒收全部財產嘅。呢單 case 啊，涉案成3個億，先至判罰金350萬。法院啊，點解唔追繳釋永信嘅全部個人財產呢？第四呢，釋永信啊，侵佔挪用少林寺嗰啲錢，係咪全部應該追回呢？法律啊規定呢種罪名啊係應該全部追繳退賠噶嘛，但係成件案嘅通報啊都冇提及呢方面嘅嘢。咁大家作為信眾，之前俾嗰啲香油錢啊，俾佢咁鬼樣揮霍，算唔算受害人啊？嗱，大家評論區講俾我聽啊！